點先可以做到百萬富翁，達至財務自由？我哋每日營營役役，晨咁早起身返工，做到死死下仲要 OT，就係為咗出糧嗰一刻。但係個個月都好似唔夠錢使，甚至做咗月光族。究竟點先可以改變依家嘅狀況，令自己將來嘅生活過得好啲？睇晒呢段片，可能可以幫到你改善你嘅財務狀況。金錢可以帶俾你自由，只要你有足夠嘅金錢應付你嘅生活開支，你唔需要再返你唔鍾意嘅工，唔使一日對住啲唔鍾意嘅同事或者客人，甚至可以環遊世界，做自己一直想做嘅嘢。但係達到財務自由係需要長時間嘅紀律、正確嘅心態同堅持。你又有冇信心可以做到呢？以下有一啲方法，希望可以幫到你。第一，量入為出，趁後生時投資。想要開啟百萬富翁之旅，就要從年輕時就開始儲蓄，逐步累積儲蓄，先可以充分利用複利式嘅驚人威力。複利係指將賺返嚟嘅利息再連本帶利再投資，達到複利嘅效果。假設你20歲投資，每年年利率為7%，按月複利計算，只要每月投資4000蚊，你就可以喺60歲時有960萬。當然，你可能更希望喺30歲時就成為百萬富翁。如果呢個係你嘅目標，咁就要努力每月存入更多嘅資金。你可以制定一份儲蓄計劃，仔細評估你每月債務、收入同埋財務目標，設定自動儲蓄，每個月從你嘅人工中定期扣取一部分嘅金額，直接存入儲蓄賬戶。要令到收入大過支出，然後將剩低嘅錢用嚟投資，每個月起碼儲15% 嘅收入，減少非必要嘅支出，例如去旅行、經常叫外賣同搭的士。記錄每一筆開支，唔好買啲你唔係真係需要嘅嘢，例如名牌手袋、手錶，特別係用高息貸款或者透支信用卡嚟買嘅嘢。買嘢之前，你要問問自己，呢樣嘢我係咪真係需要？我用呢筆錢係咪用嚟娛樂？我係咪已經有類似嘅嘢？我想將來財務自由定係想要呢樣嘢？每用1蚊喺你唔需要嘅嘢上面，等於少1蚊去幫你投資。可能你會話，我又要交租，又要交水電煤，又要俾家用，個個月都冇錢剩，仲點儲錢投資啊？呢樣正正就係我哋要去探討點樣提高收入。提高收入有好多種方法，你可以轉工，叫你老細加人工，搵多份兼職，進修，提升自己嘅技能。但千祈唔好信一啲令你快速致富嘅廣告同埋課程，唔好賭錢，唔好未理解加密貨幣而進行投資。唯一令你賺錢嘅係你提供到嘅價值，就好似外賣員咁，佢嘅價值就係方便你唔使落街同等外賣嘅時間。你解決到越難嘅問題，提供到越大嘅價值，你就會得到越多嘅回報。大家可以諗下自己擅長乜嘢，提供到乜嘢價值俾人，只要堅持同反散，令成功就會更進一步。關於投資，大家可以試下投資 Index Funds、ETF、S&P 500指數。投資 S&P 500指數等於你投資緊全美國最大嘅500間上市公司，可能有2% Apple、2% Facebook、2% Google、2% Microsoft 等等。過去30至50年嘅記錄顯示， S&P 500指數每年大約有10% 嘅回報。如果你想每月有多100蚊嘅被動收入，即係你要大概投資12000蚊。你可以透過 Webull、富途證券或者自己銀行去投資呢類型嘅 ETF。相對於 Online Bookers， 銀行會收返相對貴啲嘅手續費，呢樣嘢要自己留意返。建立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。YouTube 係一個平台俾你發佈自己嘅影片，你只需要一部手機就可以上傳自己嘅影片，但需要賺取被動收入，你要滿足於一定嘅要求。你需要有1000個訂閱者同4000個小時嘅觀看時數。
根據過去嘅用家表示，你大概需要上傳50至100段影片，大概6個月嘅時間先會達到呢個要求。每1000個 views， 你得到嘅收入大約有$2。如果你想每個月有100蚊嘅美金收入，你需要有5萬次嘅觀看次數。如果有一定嘅訂閱人數，可以考慮會員專屬影片功能，增加收入。第三，建立網上課程。首先你要認清你嘅專長係啲咩。如果你有某一方面嘅專長，例如擅長英文、程式設計、網頁設計，你可以將你嘅專長變成網上課程。試下開一個網上課程去教人，但首先嘅條件係你有一定嘅資格，令人相信同埋肯買你嘅課程。大家可以喺網上度 search WordPress tutorial 嚟學下點整網頁。WordPress 係一個免費嘅內容管理系統，你可以喺上面創作自己嘅網頁、blog、網上商店等等，屬於一個相對 user-friendly 嘅平台，唔使學 coding 就可以創建自己嘅網頁。一路以嚟，社會、老師、家長都係教我哋俾心機讀書，搵份好工，儲錢買樓，穩定咁生活。但其實用時間換取金錢並唔係一個有效嘅致富方法。就算醫生、律師呢啲專業工作，只要佢哋係單一咁用時間嚟換取金錢，要達到財務自由嚟講，亦有相當大嘅難度。我哋應該槓桿用時間換取嘅收益，例如你幫人補習，假設一個鐘有100蚊，但係你將教授嘅知識放上網，而有100個人買你嘅課程，咁你就可以得到1萬蚊嘅收入，而呢個課程亦成為你嘅被動資產。換句話講，如果有一件產品你每件可以賺到10蚊，有1萬個人同你買，你就可以賺到10萬蚊。呢樣就係點解做生意同創業係最快同最有機會達至財務自由嘅關鍵。但係創業有風險同成本，實體店鋪需要俾租金、水電煤、人工，但係創建一個網頁只需要幾百蚊至1000蚊嘅開始費用，而當中遇到比較難嘅問題，反而係你嘅學習能力同解決問題能力。以下係一啲高收入嘅技能，希望大家可以參考。剪輯同設計影片。如果你係初學者，你可以考慮先學 CapCut、iMovie 呢類 app， 之後再學 Adobe Premiere Pro、Final Cut Pro 呢啲比較專業嘅剪片工具。YouTube 有好多教學可以幫到你。第二，文案寫作，創作具有說服力嘅文字，推廣產品、服務、品牌。第三，程式編寫 coding。雖然而家 AI 工具可以幫你寫曲，但係佢嘅技術仲未成熟，對於相對複雜同困難嘅系統係仲未應付得到，所以有相對紮實嘅編程知識仍然相當重要。你可以 search FreeCodeCamp、Codecademy 嚟學習相關知識。但係呢類型嘅教學都係講英文，你要有一定嘅英文基礎。總括而言，成為有錢人嘅秘密：第一，有錢人唔會單靠薪金致富，佢哋唔會單靠單一收入達至財務自由。第二，佢哋唔會賭錢，盲目做高風險嘅投資。第三，佢哋會購入資產，令到佢哋瞓覺都有收入。佢哋會減低消費，將大部分資金用於購買資產，例如股票、房地產。如果你想達到財務自由，你就要犧牲人生中其他嘅時間，專注做好一件事情，不停鑽研，不停諗點樣做好一樣嘢，為大眾提供到價值，金錢自然會流入你度。希望大家睇完呢條片有所得着。如果鍾意呢條片嘅朋友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埋先好走啊！下次再見。